第3页课文的部分，咱来看海德堡遥理问答第25主日问答62至64。问题62，但是啥事咱的好所行，袂做咱伫上帝面头前，互伊完全称做义咧。至少嘛有少部分我的好所行，会当部分得到上帝称作义。回答讲，因为你若是要徛伫上帝审判台的头前，要互上帝称作义，你的确着爱彻头彻尾、完完全全甲上帝律法完全来配合。但是咱今仔日，咱一世人上好的功德，拢总无照全、无完全，拢互罪污染了。问题63，咱的好的所行，既然无算啥物，上帝写事伫即世人，也是咱来世要互咱得到报赏咧。回答讲，报赏毋是对人的功德，是对上帝恩典来。问题64，这个教义减袂互人分担良心甲邪恶咧？因回答讲，袂，因为若是真正有信心来徛起伫基督的内面的人，伊一定会结出感恩的果子。按三角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阮求你的圣神会当来引带阮入伫真理，互阮会当来捌真理。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为即礼拜开始吼，我要讲道的讲章拢已经印伫遮，所以呢，因为我发现吼，若要用台语讲，为初信也是打来教会人吼，听无，听教会的物件听无，因为基督教足侪术语的，足侪圣经节，咱本来台湾人咱就无遮物件，这是外来的，所以听得足食力的。所以我即摆呢，我专用用迄读字稿吼，同时互大家。我若要解说的时阵吼，我用较白话来解说，无吼，迄文曲兄因丈人讲听拢无啦，题目听拢无啥，实在是会听拢无。后来，咱今仔日来讲到，请咱来拍开第4页吼，要讲台内底，咱顶主日我无伫遮吼，应该前主日吧吼，咱咧讲的中心的思想就是讲。咱人要互上帝称作讲，你是一个无罪的人，你是含我的人过好，我含我袂当，含我无对德无对假，你含我是一个和解的人，你伫我的审判前，要称作你是无罪的人，我而且要搁称作你。要改称作你做我的细囝，做我的囝儿，做我的查某囝。这种的方法是啥？咱前礼拜讲，毋是人做功德，毋是人遵守法律，毋是人做好代，是因为信耶稣基督。所以基督教的名词叫做因信称作义啦。这因信称作义啦，讲互迄无来教会人，真听无啦。意思就是讲。宗教改革上核心的问题，就是讲，耶稣基督是咱独一的救主，是咱完全的救赎者。伊替咱担当一切罪，伊替咱行伊的好的所行，互上帝称作义。伊即摆要自从这义来分互咱，安尼就对。换一句白话来讲吼，咱哪亲像？伫上帝面头前，咱是一个咱是一个满欠一堆债务的人，咱无法度通还。检查咱有100万、200万，但是咱所欠的是几百亿的，咱所以搁欠100万、200万嘛，无法度通还。只有这上帝独生囝耶稣基督，伊身上几条有无？条就是走啦吼，
伊贵啊，几万条的，所以咱欠这100万对伊来讲是难产的。伊愿意互咱，咱白白会当得到上帝借物拢还我清啦。这意思是安尼啊，这种的教义吼，真侪人真反对，讲哪安尼咧？哇，安尼就3个问题啊！这3个问题，其他第一个问题就讲，啊，真正做好所行，拢袂当互上帝一条，安尼歹啊！安尼呢？安尼上帝是毋是叫我们做歹？啊，我所做好的拢无效，啊，靠这个上帝。第一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就讲，圣经明明有记载，我若有好的所行，我若做善事，吼。我做善事，我这世人呢，上帝会报答我。啊，我来世呢，上帝嘛会搁较大报答我。啊，明明圣经有安尼记，啊，你讲做啥物代志无功德，啊，哪会安尼？啊，好，圣经袂合，这第二个问题啊。第三个问题就讲啥？讲好，啊，若做功德拢无效，安尼恁基督徒拢教人分担，对不对？啊，教人有忍心，看人有艰苦，无要救，我足忍心的。啊，足忍心的，啊，无足分担，因为你较做嘛无效。啊，到尾啊咧，恁教会叫人做小，后来这3个问题，咱来解决啦吼。这3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就是讲，是安怎无当靠功德来得救？这实在是标准的问题啦。上帝的标准是要稳定互你。那亲像你欠钱欠几百万呢？上帝讲我才会稳定几万条的。我要互你，你讲我无爱，我要慢慢欠，安尼有可能无？我实在一个青年啦，伊做药师啦，啊一个月薪水超过6万几箍，啊伊阵欠2年多，一个月足拼，讲欠4万5啦。我讲你较会遐拼，咧欠遐侪钱呢？伊讲你毋知影，我想要去外国读医学，还是艺科，啊钱得开200万。所以我这4万5，一年欠14个月，多欠54万。我欠5年，多要读1年，我就尽量拍拼要欠啦。吼，安尼，我讲哦，你实在足甘心诶，真值得学咯。我来讲，你莫安尼好无？恁妈妈若要带你帮衬吼，会使袂？伊讲无法度啦，阮老母无可能啦。我讲恁老母实在真有稳定，一定帮你。啊，牧师你莫讲迄啦，迄无可能啦。好，讲无可能，就硬要拼，是讲哦，安尼工课就拼到一种是加班这种啥物，母看一个月6万个，结果咧，我讲你慢车关键，你先就将你的IELTS考着，伊阵你考着时，我讲你刚去办，讲敢毋可能？阵向老母讲，因老母讲哦。我就讲，你免惊啦，恁老母吼真善无毋对啦，伊就省甲存钱尔啦，就无啥就省甲存钱尔。你若要读一定帮伊，真正阵考着了读就出过啊，这就是稳定啦。咱上帝要互咱稳定，咱无爱，咱积极地要想要我要做好所行，这是这个误解。这就是讲上帝标准甲人的标准无共啦。我讲一个啦，南台湾的名哦，地名足奇怪。请问南港吼，既然伫北港的北边，东港伫西港的西边，这西港伫东港的东边就对啦。北港伫南港的南边啦。是安怎安尼？你台湾人咧讲话较颠颠倒倒，南港都明明就伫南部，伫北部你讲到南港，北港都伫南部，你讲北港。其实这是标准无同嘛，因为北港是安平港的北边啊，台湾上早开拓的是啥？安平港啦，所以北港就是安平港的北边，北港。南港呢？南港是以后基隆港发展出来，基隆港的南边啦，所以基隆石子，佮落来就是南港嘛，对不对？这标准无同嘛，所以真正的标准。你要做好所行，你伫人的标准内底，你是上水的、上好的；伫恁兄弟内底，你做上好的；伫恁同事内底做上好的。但是咧，你的标准敢甲上帝做伙来比拼咧？
所以咱拄啊有讲过啊，咱的好所行，无法当伫上帝面头前称作义，甚至一步拢无，因为咱若真正要伫上帝面头称作义，咱就爱彻彻底底、完完全全非常甲上帝所有律法拢总共款。啊，咱做袂到，上帝伊有恩典有怜悯，伊要叫伊的圣囝替咱做嘛。所以基督教就是讲，咱人趁无遐侪钱来行孝，啊，有一个财主要替咱行孝，啊，咱本来是人的对头冤家主，啊，结果迄个咱的上大的对德，但是无来追究，佮替咱行钱，所有的债务拢总借条拢取消，佮而且佮逐日请你入来因兜讲，你做我的囝。你做我冤家的囝，我所有财产拢互你用，啊，这才好康的，啊，这就是基督教，这就是恩典啊。所以这标准袂使用人的标准，是用上帝的标准。所以保罗先生讲，咱会当得到救，是完全是因为恩典，而且这个恩典要得到咧，你用你的信心来接受这个恩典，所以你这个。救赎的恩典，甲上帝互你的信心，拢毋是出自你家己，是出自上帝所赏赐的。意思是讲，咱是毋是要接受上帝所赏赐的恩典，也是家己要当遮安尼了解意思吼？咱要上帝叫咱住大厝，啊，你当边仔要起一个违章建筑，哇，啊，一个水灾会来，风会来，就安尼这意思。好，第二项啦，讲现在咱的好所行，会伫即世人，甲伫咱的来世。拢会得到上帝的报赏，这是圣经所明白记载。啊，你是安怎讲？这无功德可言。你安尼敢是轻视？啊，你安尼做就违背圣经啊！哦，这了解吼。来，其实圣经真正有记载哦。圣经伫诗篇19篇讲啥？19篇11节讲，人若守着上帝律法，上帝的确会报赏伊，佮而且是大大赏赐伊。这是对的，所以上帝吼开支票，伊绝对袂跳票的啦。圣经嘛，佮讲啥呢？讲迄个耶稣基督讲吼，讲咱若顺趁耶稣基督，照伊的话去行，会得到啥物呢？讲啥呢？讲恁若为着人主耶稣基督啦吼，你若为着人主，你去互人怨叹，去互人拒绝，去互人轻视，去互人侮辱。甚至自将你的名气杀，讲你这无效无路用，啊，感觉你是一个歹人，但是恁就有福气，因为恁伫天顶的报赏是非常的大。啊，即句话讲吼，咱若有好所行，咱伫即世人会当得到福气，咱伫将来伫上帝面头前嘛会当得到福气。啊，现在咱得到福气，较会讲功德无效咧。其实吼，在这个基督教在讲这个问题吼，天主教就袂安尼，天主教真以人做功德。啊，现在基督教是爱讲安尼咧。其实基督教讲安尼意思就是讲，咱的好所行，完全是上帝予咱的恩典，而且上帝恩典是遐尼大，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咱讲一个譬如啦。我的囡仔大学毕业出来，啊要找头路，啊结果咧，我有开一个公司遮大，我就叫伊入来我的公司上班，啊结果伊咧，啊无半项会晓做，我全教伊安怎做，互相教伊安怎做，哦，先做总经理，也是董事长下啥，下专员来做伊的专员，对当边啊安怎教，看教了好势啊！我搁撒钱，互伊讲，你该分公司，啊，你来家己开分公司，啊，分公司咧，我搁请人去逐日斗负责，技术也互你，啊，这个互你，啊，你要找个市场，我也替你找好啊，啊，你主要去找因，因为人请问诶，那阵我的细囝安尼做了真正熬，请问伊的材料为得来，了解无？伊的资金为得来，伊的市场为得来，伊啥为得来？所以台湾人讲假规矩爱什么？拜树头。所以真正的意思，这个
宗教改革意思讲，人今仔有好的所行，你今仔会当趁钱，请问诶，你趁钱的亏力对得来对上帝所赏赐的，你趁钱的机会对得来对上帝所赏赐的。所以基督教有一个观念叫做管家的观念，管家的意思哦，咱即摆听无啦。管家的意思是即摆总经理的意思啦。请问总经理以所有的财产对得来，当赎回来，对不对？伊样有量财产嘛？啊，伊的权力就在当赎的复活伊嘛。啊，所以就是讲，咱人爱感恩、感谢所有我的好所行，所有的功德，是拢上帝赏赐我的。啊，有人讲，哇，恁基督徒哦，迄有的人哦，有够歹面腔的啊，大声哨，啊，屁屁叫，大细声，人迄无信耶稣哦，人迄有讲话偌温顺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佮轻声细碎，好，啊，佮有条有理，啊，你咧信基督教啊，大细声屁屁叫，有这种人无？有啊，我就讲，你爱注意呢，人甲人毋是人甲人咧比拼的，人甲家己比拼的，迄人若无信耶稣哦，伊佮愈大声。是不是安尼？若大声，佮话甲大心气哦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佮愈屁屁叫，啊，这个若真温柔的人，若来信耶稣，伊更加佮愈好。所以上帝的奇妙就遮啦，上帝要互咱稳定哦，毋是讲我咧稳定哦，你来报赏哦，毋是。上帝互咱稳定是要叫咱温上加温，上帝赏赐咱开力，是要互你力上加力。上帝赏赐你欢喜，要叫你较欢喜。意思讲，迄个5000两银的人，伊领到迄个主人5000两银，伊可以趁5000两银。请问诶，上帝迄个主人讲，哦，你5000两，趁5000两，是我互你的，拢搞定来，有安尼无？无啦，伊趁5000两的时阵，选迄个主人讲啥？这5000两搁互你，你若有好所行，上帝恩典就温上加温。你若有做上帝讲，你有开力，上帝你力上加力。你若做工课做到真欢喜，互你啥？乐上加乐，这个意思是安尼。所以咱所有的物件是为上帝来，是恩典。啊，恩典上帝的报赏咱，嘛是恩典。就是伊的报赏就是温上加温啦，安尼真正意思安尼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有一个朋友，因后生咧上班的时，讲，爸爸，我一个月欠3万。因老爸讲，哦，你遮少年，遮敖收，你欠3万，恁爸搁6万互你，侬哈安尼哦？啊，讲欠5万，较欠的欠5万，你若5万，恁爸10万互伊，有即个老爸无？我实在一个是安尼啦。啊，请问这囡仔要愈欠无？啊，讲啊，你欠这是要创啥？哦，欠这以后你若买厝，互你做头笔款。啊，但是咧，我袂帮忙你，互你帮头笔款，但是你要家己欠。啊，上帝的意思是安尼，你若上帝互你恩典，啊，你也愿意发挥，愿意拍算，愿意烦恼，好，上帝互你恩典，搁加恩典，搁加恩典，安尼啦。所以这个恩典，这个好的功德，毋是上帝要叫咱无要做，迄无效，毋是。你这世人有上帝报赏你，到后出世，到天顶。佮报赏你，这种完全恩典。咱第三项来讲，就讲啊，若安尼吼，啊，咱了解到尾啊，咱就第三项就无啥问题啊。第三就讲啊，若安尼你是袂基督教，叫人分担无公正嘛？无讲咱来分担。请问诶，设使你若有新劳伫你诶公司上班，啊，这人伊感觉讲头家啊。我本来伫外口普龙宫弄6年，我拢无机会通做工。啊，你带互我有机会做工，我对你真感恩，真感谢。啊，你搁甲我培养，搁甲我训练，搁甲我送去外国，搁教我遮侪功夫。请问伊来用感恩的心来拍拼，甲另外一个。公司靠入来，爱无认真无拍拼，讲我靠入来，我外后的，对不对？我带技术来，我是带钱来倒靠的，所以公司欠我，请问这两个对一个做工课较认真。
所以圣经的意思是讲，真正若是结连伫耶稣基督的人，这种的人，伊无可能无做好会所行甲功德。换一句话讲，一人讲我有信心，我信耶稣，啊，所有的代志拢做甲遐歹，啊，伊安尼伊会当到上帝面头就讲，上帝啊，我信耶稣，我通得着救的。真正若信耶稣的人吼，无可能无结好的果子，因为迄个果子是为感恩出来。咱像用一个杨桃，吼，都大粒个酸，咱会记得袂？咱早较做囡仔的时阵吼，大粒的杨桃拢酸扭扭，佫酸敢若鬼啊药的。迄若夹一喙吼，脣喙齿软，夹两喙肝脣变出来，夹三喙肉脣闪出来。吼，较早真正有够酸的啦。啊，即摆杨桃是大粒个甜，我这改良的啦。啊，是怎改良的？就为酸杨桃的长，做大长的对不对？你接甜杨桃的枝啦，较早甜杨桃是细颗粒啊，对不对？细颗粒啊，啊细颗粒啊袂佫袂大，袂到满的时阵吼，佫涩奇怪，对不对？啊，涩奇怪甲变甜，啊，但是即摆是安尼。请问诶，我若真正枝若栽咧。啊，这个包咧，啊个挖开时，请问这樟树啊会结果子未？当然会结果子嘛，对不对？除非是这个是凹樟、烂樟，啊，往来拢烂去，揪去，啊，到尾都凹落来，啊，当然教会嘛有真侪所有的迄个假的基督徒，若是真正信仰的人，伊是安尼了，伊阵这个樟是活樟。是通过，啊，就会结果子。所以这个结果子是做上帝的工。圣经讲，这个结果子，个结真水的果子。这个结果子，你若结果子的时阵，耶稣基督来剪长，剪互你个较青翠，个人结愈水的果子，安了解吼？啊，所以就是变做你上帝，你若有结果子，你有得到上帝恩典，啊，你个愿意个努力，啊，你就温上加温，吼，你就温上加温。按咱讲到迄个，讲到迄老叶啊，吼，老鹰啊，老叶啊，你讲我老叶，我听讲老叶，啊，老叶，要紧，老叶，来，我做囡仔时就看迄老叶。我若看到老叶就是讲老叶，乌手伫你后壁，我拢叫是乌手的行头。你敢知迄个老叶吼，安怎样来款待伊迄个婴仔呢？迄婴仔吼，伫伊的手内底，伊的手是拢用大手机啊，的手，啊，伊就用伊的迄个鸟，去来吃着煎伊的手，啊，结果婴仔伫迄内底咧擦甲咧刺擦甲流血啊，全赶紧掰开啦。掰开时，咱啊你伫迄斗我创啥话？意思啊，啊伊全当顶，全迄个鹰鸟全当边仔食伊的食果，啊食的时阵吼，迄细只鹰仔吼，就安尼对伊食啦，啊食到全无力啦吼，搁到练落，啊个练落，个咬咧，哇，冻袂掉个出来，啊个食到尾无力，啊到尾食到差不多吼，食果吼差不多硬，全啊歹咧。你敢知影？鹰仔鸟拢啊歹咧，迄老叶拢啊歹咧，歹咧时阵歹到空中的时阵，忽然间转90度，啊落咧，啊落的时，鹰仔叫做啊，爸，你别我死哦！啊，落，一直降落，啊降落的时阵哦，因为伊下了是果有硬啊，对不对？开始啦，开始迄个时阵感觉皮皮喘哦，啊行两下，行一个啊，佮坠落来，无力啦嘛，坠落来的时阵哦，迄老叶就转赶紧炸落，转啊歹开。啊，歹开了，佮啊，就欢喜讲，哎呦，我迄么死，哦！啊，歹了是，佮放落，啊，放落，佮落来，哇！请问伊后面参详无？无啦。请问插这个手是稳定，还是要来害？啊，会是果会甲是要害？啊，歹去是要害？啊，放落是要害？迄拢总是稳定，稳上加稳。啊，即摆了，结果完成的时阵，伊开始会晓啥？会晓飞，会晓去讨食，甲安尼出来。啊，所以咧，咱独立啊，上帝互咱稳定，就是讲咱人要做好所行，是因为上帝稳定，互咱有主体性，愿意做，甘愿做，做到互人会甘心，做到互人会放心。
哦，做甲互人会安心，即种较种，安尼也讲，互人发的爱用监视的，用拍卡路的，爱用那个监视器单呢，迄拢落在身啊。所以上帝恩典就是安尼。所以因信称义，袂互咱做分担啦，互咱用感恩啦，啊，佮有这个信心啦，佮牵调上帝，照着圣神的开力，愈做愈水啦，愈做愈严光啦。所以咧，因信称义，袂互咱分担，也袂互咱冷心，因为上帝恩典伫内面。所以耶稣保罗先生讲，原来耶稣基督恩典伫我内面，在激励我，互我。看见耶稣基督为我来死，我要为伊来活。哪有人伫基督内面，伊是个新创造啦。所以这是上帝予咱的恩典，咱三甲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你是葡萄树，阮是树枝，阮要常常来踮伫你的内面，你嘛要踮伫阮的内面。阮会当结果子，因为阮若离开你，阮就袂做啥物。主求你帮助阮，守护阮恩典。互阮会当认捌白白恩典是阮救恩的恩典，白白恩典，你要搁台湾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乐上加乐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你也互阮会当因为牵调着你，结做果子来荣光你，搁再来得到上帝你互阮的报赏。阮安尼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